好，不要紧，无赶吼。你到位方便，再甲我讲，咱再开始来读吼。好，有啊。好，咱先，我先来念一下这本书的小解吼。这是伊去笔课顶头介绍，讲这本书到底内容是啥吼？讲出始线是电开盘吼，伊拄则叫做电开盘吼。伊是牧师吼，电开盘牧师伫1926年的时阵，伫家己所创办的生世社吼，这出版社所出版的你叙述家族史吼，用白话字所书写自传体长篇小说。不离个伫咧自传当中嘛，已经页一寡吼，页述一寡自身所意外经历的生活的点滴、历史事件等等吼。本自传是陈牧师伫1950年55号失明以前所写吼。失明是因为伊做迄白内障手术失败吼，我袂记伫倒看着吼。分做顶下两册吼。即本书是上册啊，下册呢，伫咧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呢，伫咧因屏东郊外即个防空洞啦吼。内底去空袭煞毁坏去吼。下册内容嘛是咧写有关陈牧师伊家己后生叫做陈全生，陈全生牧师去读神学院，后来去做兵种种的代志吼。上册40章，啊，内容讲到因家族第二代，我印象中好 ，OK， 就是陈开盘牧师的囝儿吼。后来陈牧师伫遮吼55号时阵白内障手术失败，所以就停笔无写吼。全书约200外页，以教会白话字所书写，共分40章。之中对所书写的人物刻画细腻吼、细致吼，咱讲就是写甲足幼路的啦吼。伫咧第23章吼，真正是足幼路吼，我看时哦，真正厉害。所以为虾米推荐大家来看这本书？尤其是你对台语的即个小说吼书写，就你爱，毋是干那台语小说，你要写一篇小说，你爱甲人物吼，我都写到即种程度吼。伫咧第23章吼，提到讲经历1915年余清芳的达巴尼事件了，含对信仰的坚定认同的种种的过往的故事吼，所以各会当看到即个达巴尼事件吼。1926年，我毋知影陈开盘牧师是当时的人吼。好，我也未看到即个啦吼，因为即本书其实我也未看了。好，自传一开始第一章就是别开生面的即个淳朴农村景致带开来述说出名的由来吼，甲农村对传统信仰以及民间人际互动的情怀非常生动，来带领读者进入书中的故事场景吼。所以咱一开始就要来读这段，而这段呢，是我感觉规本书上歹读的，就是这段尔吼。你若这段读过，就已经就好，代志就就好过吼。OK，
3年煞无看的人去。好，芭比，咱就开始来读哈。好，好。你有看到我线顶文本的文章哦？你就使迄几本会使甲 download 啦，你要甲 download 落来嘛是会使吼。你有闲则 download， 咱即摆开始来读吼。你要先读看卖无？还是我读袂要紧，你哪有压力啦？哪有压力啊？我昨甲语文开讲讲，我就轻松诶，因为阿关一直讲伊先带我读伊，我对伊读着好，所以我无拍什么诶，先无啥。哦，安尼吼。无要。好，袂要紧，袂要紧，安尼袂要紧，我带你读吼。来，咱就开始啦吼。出时线。我看嘛，咱就一段一句一句读啦吼。出时线后壁若有迄逗点的吼，我就停啦吼。出时线有一个女子，好伦理。有一个女子。台南市外一所在。台南市外一所在。古情真济。古情真济。古情就是老情树啦吼。阮是袂叫做情，阮叫做情吼。榕树就是情。古情啊。嘿，古情的老榕树。是植物哦，昨我就看遮，我就。第一句就读着地方啊。嘿，古情就是古，毋是古仔，古情就是老榕树吼，老榕树。嘿，情，大概叫做我台北人吼，阮讲叫做情啦吼，因即个可能南部叫法无共，各所在其实即个。食物啦、动物啦、虫啦、虫拖即种诶吼，各所在叫法可能拢有一点差异吼，可能有一寡争差安尼吼。即种拢是含台语无文理化，或者是讲无统一诶即个出版品啦、公共诶媒体啥物上面，所以总是有争差一寡吼。高雄有一个所在叫做矫情，你知道？鸟松乡。捌听到无？你毋知啊？哦，鸟松乡高雄县，就是矫情啊。毋过你若看鸟松，你拢想讲会读做鸟松咯，毋知是大概其实读做矫情。矫情就是榕树啦。OK， 嘿，好，好咱逐个读吼，咱读偌济纸拢袂要紧啦吼，一点钟读2纸嘛袂要紧啦吼。古情。袂啊，我会对较紧诶。无，主要毋是要紧，主要是你要学着就影吼。古情真济吼，过来。跌破暗暗。跌破暗暗。嘿，跌破暗暗啥物意思？听无吼？怎么暗暗？毋是暗暗，含暗暗一点仔关系都无，但是有一点仔关系啦吼。跌破就是跌啊破啦吼，竹子。破你会当想讲，若敢若是环保，但是伊可能毋是破啦吼，毋是环保迄个保，跌破，你稍等下，我看觅跌破即个破里面哦，解释，来查一下词典才好读啊。TEKPHOU 跌。跌破 PHO 啦对吼 ，PHO 无 U 跌破哇，伊嘛无啥物解释吼。台语大词典嘛无啥物解释，有收即个词啦，但是无啥物解释。敢若写伊汉字用迄个部首迄个部吼。另外一个是可能是日文的写法，写做
模样迄个模吼，模样竹模读竹坡。啊，竹坡要安怎？竹丛啦，吼！你若要讲华语要解释，我会安尼写哈。丛，咱敢若草丛迄个丛，但是就是竹丛，叫做竹坡。竹就是竹林哦。对，竹林嘿，但是无一定是林啦吼，坡有可能是矮树丛嘛，叫做坡。哦。嘿，坡就是虫。嘿，对。我看一下，册台语敢有人有其他的解释哦？像就是我现在看见两刷就是，好啊，安尼。我有。底下就最离的我们在时间。我有甲你提醒，就是规本子上困难的，就是第一页读过就拢袂遮困难啊，第一太困难的困难吼。我第一道读的时阵，哇！我真正惊一个，我哪会拢看无吼？我明明就白话字台语圣经，我已经读啊足熟的，我竟然咧读第一页时阵，竟然拢看无，毋知你讲啥？后来知我见伊实在是用了太困难了吼，而且伊的写法吼，Embry 大英书店吼，都有写竹丛，吼，直接就用迄个要安怎讲？训读啦哈，训读法直接甲你解释，即个字就是竹丛的丛哈。好，好，咱转来小说家哈。暗呢，暗我拄则讲不是暗哈，但是呢，冇关系啦哈。竹丛，你若讲竹丛就茂密，就是竹坡暗。哦。所以茂密的意思就是暗吼，第七。哦，暗大理岛书店汉字小是茂哈，两个茂盛的茂哈，像两个茂哈，所以这意思就是安尼尔哈。啊，含暗无关系啦哈，含你讲的暗啊无关系，关。啊，但是你若讲树丛茂，当然会对着暗嘛，你安尼记嘛是会使啦哈。OK， 竹坡暗吼。其实暗，我感觉我的语感，我感觉起来，即个暗字是有迄个掩盖的迄个意思。竹坡暗，你会当用迄个掩盖掩吼，去了解即个事。你小等阮阿姨敲电话我吼。阿姨，我等下你敢有急？若无急事，我等下敲电话互你好无？我即摆咧上课。哈？哦，好，起来，好，安尼好，再见哈。我咧上课。在上课，旁边是阿群先生，阿关。嘿。他在把手交我，围巾。好，阮阿姨拄仔敲电话互我。阿姐，好，咱继续。嘿，好，咱继续吼。下对欢迎啦吼。咱拄则开始，你去看一下迄个。你敢是马来西亚人？好，毋是哦，我若看伊用简体字。好，你早去点来，阮顶头有即个 link 吼，有阮即摆咧读的文本吼，你会当点起来看。阮才读到第二章尔吼，第一页第二章，所以你欢迎你来参与吼。竹坡暗吼，所以暗会当是用。掩盖迄个掩来理解啦，吼，安尼你较会当理解，较会抓着迄个语感。你知影？你听到一个词，你无迄个语感，你记袂起来。但是竹坡暗吼，竹丛遮掩安尼吼，迄种感觉吼。好，过来，不时树目青翠。不时树目青翠。嘿，这句敢听有？树目就是树木。树目就是 trees， 树木。青翠哦。对，嘿，不是树目青翠吼。过来是百花常开。百花常开，跟百花常开安尼吼。
嘿，上开是敞开吼。好，所以伊用这简单这三句话，即4句话吼，就甲大家人市外即个所在就形容起来吼，你就会感受哦，这是庄脚所在，树仔足暗吼，树仔足暗足青翠，百花上开，古情真多，这拢是你讲景尔吼。用即寡树仔咧讲景，咱过来看，伊讲个声音啥吼？逐日飞鸟，逐日飞鸟，吼，逐工有飞鸟嘛，吼，飞鸟，吼，飞鸟，嘿，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因为鸟仔遮侪吼，千千万万，伫迄树顶，伫迄树顶，叽叽啾啾，叽叽啾啾，这鸟仔声嘛，吼，叽叽啾啾。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像若会无成通知，像若会无成通知，即句你敢听有？像若会无成通知。OK， 像若会无成。就是它可见那个口感就无成啊呢。对，通知就是会当理解嘛，会当了解，会当知影吼。所以像若有偌无成，你就看会出来，就是用鸟仔来衬托啦，衬托大句我袂晓讲，用鸟仔来映照出讲，哇，这一定是树仔足侪所在嘛，所以像若也无成，就会当理解嘛，因为你要有遮尔侪鸟仔，你无树仔，要对比吼。当然看啥物鸟啦，OK。好，咱继续读吼。读到遮敢有啥物问题？无吼。对，家小姐吼，你若有兴趣读，你来当起来和阮斗阵读吼。我会带恁读啦吼，当然一开始我会带恁读，我读一句，缀咱读一句安尼吼。目前人少，着2个人、3个人，倒拢袂要紧，5个人嘛袂要紧啊。但是你若今仔10外人，一人要倒一句，就较困难了吼。好，有兴趣你再举手起来吼。好，咱继续看咧吼。像若会无成通知，哪准啥？哪准性找讲？哪准性找讲？我的变调是咱北部腔的变调法吼，所以我会读做哪准吼，就是第二声变做第5声吼。所以阮讲第二声的字，比如讲，一时仔想袂出啥物第二声，狗是第二声。狗母，阮会讲，就是母狗啦，阮会讲狗母吼，狗第2声变调变做第5声吼，这是北部台北吼，阮新竹即只变调拢安尼变的吼，所以我着读做哪准，因为我甲准已经变调，哪准性找讲，好，哪准性找讲知无？毋知啊，就是哪准知影哪准即个词的意思无？哪准就是宛如好像吼，哪准。我用大力大词典吼。我顶头有迄个拼link是 YouTube，是我 YouTube 的画面吼，所以你会当看到我伫查词典的画面，你当去显吼。哪准？等下我看一下，那写我袂记。哪准是伊是哪嘛？咱第2声吼，2个拢第2声，所以哪准我着读做拢变调第5声。哪准吼，汉字吼，大字大字典是哪准安尼吼。讲敢若啥物会款式吼，敢若啥物会款式吼，哪准外人吼，看起来像外人吼。哪准爸母看起来若爸母吼，哪准爸母，所以我就要讲，宛如好像吼，其实英语就是 looks like 吼 ，looks like 啥物吼，就是哪准吼，大概就安尼讲。哪准啥物后壁也是叫做性找吼，哪准性找，性找啥？性找就是 Bible 吼，
伫台语内底讲圣书啦吼，你嘛日语嘛叫做圣书吼，日语到即嘛一直个嘛是叫做圣书吼，台语叫圣册，可能大家较罕咧听到吼。所以若准圣册讲好，若敢若是圣经内底所记载、所描述的安尼，啥物款呢？好，咱继续读咧吼。挂彩大章，挂彩大章，飞鸟来歇伊的基。飞鸟来歇伊的基。这是圣册内底的一段经文啦，吼，经节。我歹势，我实在太久无看圣经啊，吼。但我是你讲，就是其实我嘛无介理解吼，就是犹太人因的挂彩呢，遮大丛甲一间厝遮大丛安尼，所以因的挂彩到底是啥物件，我阁想无吼。咱大家所讲的挂彩，大家拢知嘛吼，挂彩就是芥菜吼。华语我无介清楚是毋是芥菜，就是用来生咸菜迄种菜，就是挂菜吼。食起来有一点苦苦迄种吼。挂菜若大丛，飞鸟就来歇伊的基吼。我相信这应该毋是菜啦吼，毋是草本的食物啦，应该是木本的，才有基嘛，才有树枝嘛吼。OK， 所以八尾即句你敢看有挂菜大丛，飞鸟来歇伊的基。就是讲那挂菜，就是真正就大。嘿啊，对。咱先免想讲是挂菜啦，反正就是即张食物大丛了后，飞鸟就会来歇伊的基安尼啦吼。啊，意思就讲头前所靠着它。啊？唔知诶，有啥物意思吗？无啥物特别的意思。敢若知影离面顶悬安尼形容啊？就是里面的意思尔，无别的意思啊。嘿。好。嘿，但是伫圣经内底讲挂菜大丛，飞鸟来歇伊基是，可能有啥物意思啦？我。会使挖口吧？通挖口也是。通挖口哦，我无介清楚。小等下，无咱来查一下啦吼，现在太久要记啊。我顺续会使笔记一下。好。好，本圣经是安怎讲的？芥菜，凊彩看有法度。挂菜种的譬如啦吼，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故事啦吼，讲一段故事，咱来看伊基别克安怎写吼。讲挂菜种的譬如是耶稣用一个关系着天国道理的譬如。有关天国福音是开始伫咧卑微不为天下所了解吼，将必成就以造福众生的即个谦卑、信实、服务的属性，以及人的属灵生命成长，是记载伫咧三卷对观福音，这应该是迄个天主教的讲法吼。无，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路加福音书，叫做对观福音。因为内底这三本福音书讲的故事拢一模一样吼，一模一样。所以这三本，但是讲的角度可能较无啥共，无共人的讲法安尼哦。所以有讲的代志有小可有一点争差啊，但是你会使对照吼，所以这叫做对观福音，就是你会用这三本互相对照一下看，算故事是有各种无共角度去看吼。所以伫咧即个各本福音书内底无共章伫咧迄个章节吼，无共章节内底有讲起即个故事吼。圣经的译文伫遮啦吼，就是这种和本的圣经吼，我不爱读啊，华语的。但是嘛无读嘛袂使吼，咱看吼，等下吼，我现一个巴克咧版圣经啦吼，我无惯势读和本。巴克咧版伫倒位啊？即句无现啊。
咱来看，譬如讲马太福音书第13章第31节吼，我用汉罗啦吼，对照一下吼。马太福音书13章。第几节？31到32节吼。遮吼，搁说譬如对因讲，就是讲耶稣设一个譬如对因讲吼，讲天国亲像一粒挂菜籽，人摕起来，人摕去压伫伊的园吼。像挂菜籽摕去压伫伊的菜园内底吼，即个是8项经济诶第一岁吼，就是伫咧遮尔侪经济内底，挂菜籽是上微细吼，挂菜籽是敢若芝麻上款尔吼。第一岁到伊大丛是较大隆重诶菜穗，都个讲伊大丛比什么菜穗搁较大丛吼。所以是较大丛，是较大隆重的菜穗吼。这是巴克利版圣经的台语的这种语法吼，其实是真迄个开口真水吼。一般咱讲话就含咧倒装吼，但是伫咧这个巴克利版圣经内底就做倒装句吼，是较大隆重的菜穗，就是。比隆重的菜穗搁较大吼，但是讲较大隆重的菜穗吼，就讲伊籽是上细，但是菜所发出来结果发出来迄个食物是上大丛吼，煞正做树吼，大丛啊若树吼，地到空中的鸟来歇伫伊的基吼，遮尔大丛，所以空中的飞鸟会来歇伫伊的基安尼。所以这就是伫咱即马看这篇小说内底，即个譬如就是对遮出来吼。啊，你若要讲耶稣的譬如，不过就是讲，我伫咧心内，可能讲一句话，伫咧心内种一个籽，伫咧你的心内，渐渐伊会发较大丛吼。有一天，迄个成果是你无法度所想象的吼，甚至连飞鸟的经过都会互你即个吸引过来，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这足重要吼，就是讲咱伫咧日常生活中，其实讲话爱足细腻，尤其是莫讲迄个歹听话啦吼。因为你伫咧别人的心中会种一个籽落去，啊，所以我家己对家己拢就要求吼，但是总是不需要情绪来，原来是会去发作，无拄好原来会去讲批评人的话吼。其实这是无应该啦吼，尤其是莫讲歹听的话吼，负面的话嘛莫讲吼，莫讲负面的话歹听的话安尼，这足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吼，因为迄个效果遮尔啊严重吼。好，歹势说教我你讲吼，小说是无啦吼，小说是足简单，就甲你讲啊，一个飞鸟足多，啊，迄个树木遮尔青翠，遮尔暗吼，啊，所以迄个情形就是安尼，敢若圣经内底即段记载相款安尼吼。好，挂菜大丛，飞鸟来歇伊的基，好，咱搁继续读吼。因为犹太会挂菜，厝顶外悬。对，就是讲犹太人因的挂菜比厝顶较悬吼，毋是讲比厝顶差不多含厝顶差不多悬吼，厝顶外就是比厝顶较大较悬一丝啦吼。咱讲啊，你几岁？我50岁50外岁，50多岁吼，就是50搁加出去一点，搁50外岁安尼吼。伊几岁？伊讲哇，85外吼。伊就是80搁较加足侪安尼，所以迄个外伫台语内底的用法是安尼用法，是extra 吼，是加出来吼 ，surplus 吼。
OK， 所以厝顶外悬就是比厝顶搁较悬吼。好，咱继续看来吼。为着鸟甲虫遐济，无得着吼。为着鸟，来不要紧。为着鸟甲虫遐济，为着鸟甲虫遐济，嘿，因为鸟仔甲种树吼，或者讲种树榕树，因为鸟仔甲种树遮尔多吼，为着就是 for 啥物吼？英语叫做 for， 或者 because of 啥物吼？啊，你用 for 就是和英语迄个意思用哩共款一模一样嘛吼。就后一句是讲，就叫迄所在，就叫迄所在，嘿，就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啥物吼？就叫迄所在鸟青庄。鸟青庄。哦，鸟青庄就是我拄则讲鸟松。台南迄个高雄县有一鸟松乡，但伊这毋是高雄县的鸟松乡啦吼，因为我知影伊讲的是台南，一开始就讲嘛，我台南市瓜，台南市瓜毋是高雄吼，所以鸟青迄个所在嘛叫做鸟青庄吼，所以我就讲高雄县的鸟松乡其实是榕树乡的意思吼，鸟青就是榕树。OK， 咱搁继续看哈。庄内一仙三老爷。等一下，那个交情不是叫甲情吗？是，就是叫甲情。但是，伫庄脚所在的人，伫庄脚所在的人有人叫情，叫做交情，就是叫榕树叫做交情。我嘛无理解讲是毋是因为足侪鸟会停伫咧青树，所以因叫做鸟青，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啦。但是就是榕树的伫台语内底，伫庄脚所在的叫法。我若看到猫很礼拜，但是下底看袂到人吼。下底即马究竟几个人？我敢若看一个尔。1、2、3、4、5、6。安尼遮老咧咯。OK， 歹势。我出去搁礼拜一个吼。拄则讲到交情。OK。榕树。交情庄吼，所以交情就是人台语内底对于榕树的另外一种称呼。种树是足接听的吼，或者是拄则讲古情吼，老榕树是古情。我搁重复一遍吼，规本子上困难的就是第一啊，这段尔，这段读过你著放心啊吼，后壁拢足简单的。但是这段足歹读的吼。我拄则有拍比，我拄则有讲我是家己读的例吼。我已经读台语圣经百几礼拜，已经读啊足熟透透啊。我竟然伫咧读这本子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页、第一段的时阵，读着铁板，我竟然看袂伊咧写啥呢？我必须要一字一字去抄，到底是咧讲啥呢？就底下是榕树的意思。嘿，对，交情就是榕树吼。OK， 所以就叫这所在交情庄吼。我会记你开麦哦。歹势，我已经讲几部啊，结果拢要去开麦吼。我就知。我讲啊对，我拄则是我拄则有甲各位讲，我拄则讲吼，我读百几礼拜圣经读啊足熟来读即本的第一章、第一篇、第一页、第一段的时阵，读着铁板竟然看无吼，我迄当阵真正惊一下，我竟然法度规篇拢看无，毋知你讲啥吼。OK， 但是即篇了，你着放心，你着拢看有啊吼，无遮尔困难吼。所以咱即段上困难的读煞，你着放心啊。后手咱若要搁读几年，你着免烦恼，无遮尔困难吼。OK， 所以无度咱拄着一字袂晓，就是一字学吼。为着鸟甲虫遐济吼，就叫即所在叫做鸟青庄吼。咱搁继续看咧，庄内一仙三老爷。庄内一仙三老爷。庄内吼，毋是村内啊，庄内。
哦，真来，对，就是来一仙三老爷。村子里叫做庄来啦，吼，一仙三老爷，三老爷就是一仙卜嘛，一仙，但迄个卜无一定是卜打迄个卜啦，就是神的意思吼，一仙卜吼，庄来一仙卜叫做三老爷吼。哦。嘿，伊无啥卜啦，但是等你看到仙的意思，你就知影是仙人的仙啦吼，你正常人袂叫做仙啦吼。所以你看到一仙啥物件，你就知影是，即个是你讲神吼，毋是你讲人哦。哦，一仙三老爷吼。我细汉的时阵知影讲会叫做仙的吼，无几项，一个就是真正是就神，啊一个叫做迄个牛啊，牛啊，你可能毋知影，牛啊就是蚕宝宝叫做牛啊。蚕宝宝我知。叫做牛啊，但是因为妈阮咧读另外一本的时阵，就是阮就叫做仙牛啊。听伊咧读的时阵，牛啊，我们也叫做仙。SAM 是仙哦。SIAN 一仙啊吼，一仙啊。一仙牛啊。用这个一仙哦，你是讲用这个一仙，就是就知影迄是哦，知影哦。好。用这个量数的无介侪啦，干那两项，我所知影干那两项，一项是神啊，一项是牛啊，吼。哦。嘿。哇，这个很重要，就简单个就有，就是要安怎种，对我来讲就有技巧的笔记。对，就是这个量数，你爱知影，你一看就知影讲，这毋是你讲人吼，一仙三老爷，你就知影这毋是人，毋是迄个原话叫做三老爷，毋是啦吼，是迄仙卜啦，迄仙佛像，迄仙那个叫木刻雕像，叫做三老爷吼，一仙翁啊啦，你报得迄翁啊嘛，叫做一仙翁啊吼，这是第三个我所知影吼，报得迄翁啊嘛，叫做一仙翁啊吼。OK， 所以。庄内一仙三老爷吼，过来继续吼，是庄民的服侍。是庄民的服侍。嘿，就是在侍奉他。对，意思是安尼吼。好，五望保庇庄头。五望保庇庄头。哦，即嘛10点过9分，吼，好，继续。我为外围的新书俗语。外围的新书俗语。歹势，毋是俗语，俗语吼。外围的新书俗语吼。外围的新书俗语。怎样意思啊？新事哦。OK， 新书是绅士 ，gentlemen and ladies 哈。绅士淑女。对。旁的绅士淑女。外围，大概讲外围就是毋是 local 的外围，就是别的厂、别的 state、别的乡镇、别的乡镇哈。叫做外围哈。外面的。外围的新书俗语哈。也常常来遮烧香点火。也常常来遮烧香点火。哦，这都听有啦吼。OK， 烧香点火知吼。烧金跋杯。烧金跋杯。所以这一段吼，头一段讲，就是甲这个庄头小解出来吼。小解出来，这文学笔法吼，咱小欣赏者。你看伊小解即个庄头，讲伊手啊就暗，就青翠，鸟啊就多吼。另外就是讲起伫个即个庄内的信用吼。即个信用，你会当看得出，即仙卜啦绝对是足兴的吼，足兴的。伊无甲你讲足兴的三字啦吼，伊用后壁这2、3句话来交代有偌兴，连外埔头的新书俗语，大家都拢走来要来拜即仙卜啦。所以呢，香火一定足旺嘛，所以就是常常来遮烧香点火吼，烧金跋杯吼，用这来形容。所以这就是你敢若对头一章的
第一段吼，你就会当看得出即个人的笔法其实毋是遮尔简单吼。有够厉害的，对啊。嘿啊，你就知影偌厉害啊！遮尔啊厉害，即本小说，你就知影绝对值得你来读吼，绝对值得你来读啊！值得像咱拄则安尼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甲学起来安尼吼。啊，当然你有兴趣做创作的人吼，即本台语小说是绝对是一本足好的即个学习的即个文本吼。所以咱会当期待讲未来，比如讲咱读即本读一冬吼，绝对是袂无聊吼，因为内底所有的描述拢是遮尔厉害。我会当甲你讲遮尔厉害，就因为我已经读到足，落无已经读要煞吼，但是我读几啊年，我和另外一位学生，阮两个就像安尼读，一人一句安尼读，阮已经读几啊年吼，读要煞。好 ，OK， 好，咱继续吼。庄外毋是田就是园，庄外毋是田就是园，是一庄的人伫经营。是一庄的人伫经营。即句可能你无解理解什么意思？伊讲，全村庄人一起经营。对。那个，对啊，整个那个产园，具体产就田那个农田啊。对，嘿，就是讲，即个就是农庄嘛，伊是农村嘛，伊是农村嘛，所以内底庄民全是你种做种，就是你种产的啦吼。好，咱已经甲规本之上困难的拢读了吼，过来都无困难吼。进来就足好读啊。OK。伊写法真正足厉害，因为伊写的字拢互你哪读着有迄个画灵感的，亲像我伫画图的时阵。是。无对。一个铺陈，你就会看到这个全景全貌是安怎。你看伊顶头写景尔吼，写景伊毋是干那会晓写景，伊会晓写情。伊会晓写迄个要安怎讲，就是代志的发生吼，伊拢写甲足厉害。迄个情绪，描述一个人的个性啥，伊拢有伊的笔法就是足厉害。我就真正佩服，这人真正是有天分吼。我实在无法度。好，咱继续看吼。好。庄内有一个女子。庄内有一个女子。名叫志勤。叫志勤。这个志勤呢是这本书内底第一段故事的主角吼。叫做志勤。汉字我无啥知影要安怎写，可能是志气的志，勤可能是勤俭的勤吧。我考虑有啦。名叫志勤，机骨到达。机骨到达。机骨到达，我实在袂晓。到达不是很合的意思。对，机骨到达就是我嘛袂晓讲吼，就是讲体态匀称啊吼，你若要用华语来描述，身材标准。你会使安尼讲，但是体态匀称吼，体态匀称我感觉是较好。体态匀称吼。标准不标准毋知，就是匀称，就是讲到达，就是足合宜嘛。该长的长，该倒的倒安尼吼，足拄啊好安尼。吼，叫做肌骨到达，吼，肌骨当然就是你的四肢手脚啥物吼，肌骨到达，骹手敏捷，骹手敏捷。骹手敏捷。敏捷就是敏捷了哈。所以就是肌骨到达，骹手敏捷。身材好身材匀称吼，手脚敏捷，安尼你就知影这个查某囡仔看就是聪明伶俐啦吼，聪明伶俐啦。这个台语伶俐是清气上，不是华语迄个伶俐吼。我就是伊已经用这个形容词甲我拄则讲的迄寡华语的讲法，就直接讲出来吼。华语叫做体态匀称，叫做聪明伶俐，叫做骹手敏捷，就是聪明伶俐，啥办事牢靠，有效率安尼吼。伊就用这两句来形容吼。迄年16岁。
一年啥哪岁？哦，1887年吼，1895年日本人才来，所以伊是伫大清吼清国时代的人吼，所以你敢若看这小说，你阁会当学到台湾史。讲台湾史是较有学问，其实就是台湾迄当阵人的生活吼，迄当阵的生活环境啥吼，咱继续看。父母枵弟弟，父母枵弟弟，嘿，小弟一个，小弟一个，老爸苦德。老爸苦德，歹势，我要看了。老爸苦德是大做世家。老爸苦德是大做世家。做世家就是应该是种田人啊。你嘛知即个庄头就种田尔嘛吼。大做世家，嘿，大做世家我无理解是毋是大地主，但是至少是就是做田人啦吼。牛甲车，逐项有，所以伊即个大做世家应该是后壁即个意思啦吼。牛甲车逐项有嘛吼，就是有应该算地主嘛，我无甲伊讲算是毋算地主，反正是做田人，但是该有诶拢有吼，就是一寡农具吼，啥物拢有吼，毋是善良人，毋是善车人就对啦吼。老母失明。OK， 好，咱看第2页，10:18分。小弟细汉。伊16岁，小弟细汉吼，拢是刺勤伫做老爸的帮zan因为老母生理无方便嘛，小弟阁细汉吼。虽是如主，歹势，虽是幼稚，歹势，虽是幼稚，嘿。嘿，幼稚知影意思无？幼就是细嫩嘛吼，嘿。对咧，幼稚当然是小朋友啦，但是你遮伊是16岁，其实嘛无讲甲小朋友啊。幼是细嫩的，稚就是台语内底意思，稚是啥物意思呢？稚就是生涩。我查一下词典吼，稚就是嫩啦吼，嫩叫做稚吼，年幼就是稚吼。钱色就是老少，钱教就菜鸟啊，钱教是无经验的少年人吼，钱教。幼稚吼，钱姜哦，老姜甲钱姜吼，我毋捌听人安讲，但是讲钱姜应该听有啦吼，老姜钱姜。所以稚是嫩吼，毋是深色，我用深色毋对吼，华语深色较无适合吼，应该是嫩吼，幼嫩吼，所以幼稚就是幼嫩吼。虽是幼稚吼，犹顾做工勤。好，芭比换你，犹顾做工勤。犹顾做工勤。犹顾做工勤。犹顾就是但是 ，but 叫做 however， 就是犹顾。即句毋捌听过吼。也可能也阁有。对，即嘛人较侪讲。是差不多，应该是都是共款意思啦，哈，也阁有啦，吼，犹顾哈，做工勤，虽然但是啦，吼，随时安怎犹顾安怎，吼，就是随时犹顾，就是华语会讲虽然但是的这种语法，吼，虽然点，但是点，吼。虽是幼稚，犹顾做工勤，所以这后壁两个词是相对的嘛吼。头前幼稚，但是幼稚照你讲做代志应该是足缓慢嘛，但是人去做工勤吼，
轻轻就是真有效率安尼，嘿，这 OK 安尼写起来就厉害了。嘿，骹手没力吼，做工轻轻就是骹手没力嘛，吼，骹手没力，嘿，没力，骹手没力，嘿，没力就是迅捷啦，吼，没就是猛啦，吼，力就是流量，流量就是就顺畅安尼吼，骹手没力吼。有听过骹手食美，还食咩？嘛会使讲美力吼，流力嘛会使啦吼。嘿，就是譬如讲有一寡运动员做什么体操运动啥，哎呀，哇，做甲真动作真流力、真美力吼，拢会使。好，咱继续吼。每摆落园，下，嘿，每摆落园下架买。每摆落园下架买。嘿，阮腔口无共吼，阮拢讲每摆落园下架买吼。OK， 下架买就是下甘蔗买啦吼。哦。削甘蔗话嘛，你要收甘蔗，迄甘蔗尾柳，甘蔗尾柳就是一寡枝叶啊，尔就甲削掉嘛吼。所以每摆落园下架买吼，还袂是讲了，但是就是你讲即样代志，逐遍吼，每一遍落园下架买。好，赢过男子多多。赢过男子多多。嘿，赢过男子多多。赢过，赢过，嘿，胜过啦吼。男子就免嘛吼，免。多多就真多嘛吼。那上山带番薯。那上山带番薯。哦，所以伊笔法有诶，足工，迄个叫做啥？对仗工整吼，足工整吼。头前是落园下架尾，后壁是上山带番薯吼。嘿，上山带番薯，带番薯知人就是去带番薯是伊是伫咧土里嘛，你要嘿挖番薯嘿，但是伊免挖已经带，就是你甲迄个藤条甲带起来，伊迄个会对迄个番薯会规干了起来安尼吼，所以你对，所以你感觉伊嘿，一般人若是讲学番薯是毋对诶哦。我袂当讲伊毋对，你嘛会使学，但是你用带较紧，你为虾米去学？对啊，这一开始因为我有去带过，我知影谁做呢？这句一带就知影伊的话敏感。所以你的动词用带就会使吼，拿因为种缠做伙，你安尼印起来就一堆拢就对啊，就规泡啊，规干啊吼。吼，那上山带番薯吼，也是胜过妇女姐姐。也是胜过妇女姐姐。哦，拄则是赢过，即嘛是胜过。哦，啊，拄则是男子，即嘛是妇女，拄则是多多，即嘛是姐姐，所以是整个对象，遮尔非常的工整吼。所以像伊写文章，原来是有用心去写吼。修辞都很用心的。嘿对，哦，咱继续吼，大家大家哇叫吼，嘿，即个我都无解清楚，我已经袂记即个词啥物意思啊。当然听起来是好的意思啦，学了解得志的意思啊吼。欢呼。嘿，我看觅哇敢测着 ，O A， 哇，伊是第三嘛吼 ，O A 第三。有第三声。是第三、第二，我哪袂记？第三吼，第三。我笔记一下。无识，大理大书店无解释。我看一下词，大概敢有人安尼用。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啦吼，所以无法度无语感。哇，嘛是敢若
大陆大书店有收即个画画呢，啊画画是啥物意思？佫无？看一下日本版本。就是哇哦，是不是？哇哇叫啊，哇哇叫。觉得很，就那个很惊叹惊。哈，哦，无收，袂要紧，就是大家学落甲会读书啦，你着安尼想就好啦，哈。大家哇哇叫哈。志勤是孝顺爸母的人。志勤是孝顺爸母的人。嘿，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嘿，就是透早起床啦，吼。若毋是上山帮赞老爸耕农。若毋是透早起来，若毋是上山帮赞老爸耕农，便是牵因4、5只牛犅去饲。便是牵因4、5只牛犅去饲。嘿。安尼看有无？头前安尼拢看有无？有头前会使4、5只牛犅是啥？去饲。牛犅就是牛仔，牛犅。像讲牛啊。对。好像有学过，捌读过。是，但是牛犅是毋是公牛啊？我看嘛，嘿，就是粗养的公牛犅啦，拢讲牛犅吼。这是台里大书店的规则吼，叫做粗养的公牛吼，牛犅啦，我拢无人叫公牛的，毋捌听人讲公牛，就是牛犅吼，台语安尼讲。牵因4、5只牛犅去饲吼，所以厝内牛着4、5只，哇，这实在是真正是大作死家吼。阮较早阮阿公嘛才1只尔。逐日是安尼吼。逐日是安尼。就是你看啊，逐日安怎过日子，就是帮赞透早就起来去帮赞老爸耕农啊，牵4、5只牛犅去饲安尼吼。OK， 这是以上的第一段啦吼。第一回啦吼。好，哇，剩1分钟尔，咱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啦吼。无定，我即马我再看时间会敲会出来无？无定，咱会当搁一礼拜搁加敲一工来读啦吼。看情形啦吼。啊，即本小说真好看吼，所以咱就以后继续读。啊嘛，欢迎在座吼有参与的人吼，欢迎恁拢大家当起来读。可惜，因应该拢就想要读，但是电视的时阵拢是上班啊。哦，对，这是大家即嘛是上班时间吼，较无方便吼。对啊。所以咱无定咱调节。无着咱调节吼，调节，比如讲咱甲昨昏，就是台湾昨昏的即个早暗迄个时间用来读即本，安尼就会当其他人就会使来斗读，大家来斗同齐来读啦。啊，好，无定咱就敲做迄当阵吼，我再来看吼。好哦，我感觉袂歹。好，安尼好，有兴趣读的，我有兴趣起来倒读的。举只手好无？恁知影要安怎举手无？其实我嘛袂晓举手，要安怎举手？啊，即要安怎像拄则即个？若迄个时间就有其他人会入来。爱读的人会来对。哦，好啦，欢迎啦吼。应该有2、3个朋友会入来。好，本来就爱读台文的啦。OK， 今仔日这位嘉嘉小姐吼，我是嘉嘉小姐，欢迎你吼，我第一搭看你。伊是我的朋友。哦 ，OK， 好。欢迎吼 ，OK， 敢若有一位入来，但是歹势，我们关房啊吼，我拢拄着这拢真歹势。好，安尼咱后一回吼，无定是后礼拜日台湾时间暗时啊几点？8点嘛吼，咱再来读吼。迄档台湾时间是9点。9点呀，哦，9点，好，9点咱再来读吼。我再打即个广告出来啦吼。
啊，若好啊，有第3年迄个讨论群诶，就看会到阮诶通知吼。好，安尼，感谢各位。嗯，好，好，歹势，即个谢问先生歹势吼，阮咧规房，你会当去听阮录音啦，阮有录音吼。安尼，感谢各位，再会。嗯，多谢大家。